等一下，先来。你看，来，量这个差不多。缩个部分，来拖起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俺这种落个拿起来。我弄拿起来。好。等一下，我说这个动作要先做，你们。有。你要再压一次，对。为什么？你这边稍微再推一下，对。嗯？那是你。嗯？有没有呢？嗯，给我停下。哎。我不相信的。有没有用？嗯。哇，安尼。我知嘞。我知的啦，很想订拖书机啦。吼，订书机迄男生伊个写来啊。嗯。你唔会，他喜欢女生，不喜欢男生。无，很想偷懒。我想偷懒哦。系呀，冇用为安尼。好，我再试一遍。嗯。唔好。哎。